啊，我差点忘记了。啊，我险唔記得咧。啊，我險唔記得咧。还要办户籍誊本呢。盼我盼复習聽本呢，盼我盼复習聽本呢。好，那身份证和印章请再给我一次。好，該身份證老人呢愛嗰本愛。好，該身份證老人呢愛嗰本愛。户籍誊本办个人的就可以吗？复習聽本盼該人嘅就做得係麼？复習聽本盼該人嘅就做得係麼？要办多少份呢？愛盼幾多份呢？愛盼幾多份呢？办我个人的就可以，给我2份好吗？盼愛單日三個就做得，本2份愛好麼？盼愛單日三個就做得，本2份愛好麼？好，記事欄內容要印出來嗎？好，記事欄讀嘅內容係什麼？好，記事欄讀嘅內容係什麼？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這樣規費是30元。安用規費係30元，安用規費係30元。請您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身份證請醫生收起來。身份證請醫生收起來。在这里蓋章嗎？除了為證人的係麼？除了為證人的係麼？對，就是這裡。請稍等一下哦。錯，就係呢位，請你等一下哦。錯，就係呢位，請你等一下哦。阿伯的全家人能住在一起，家庭幸福平安，比吃仙桃更開心，真的很幸福呢。阿伯日福音窮下大，家安幸福還讓實現頭，真經很幸福哦。阿伯日福音窮下大，家安幸福還讓實現頭，真經很幸福哦。謝謝。是夢，是夢，是夢，是夢。那我就來吃仙桃，還有看你這仙女咯。剛剛出來是仙桃，看你那個講個仙女咯。剛剛出來是仙桃，看你那個講個仙女咯。謝謝您，這樣都辦好嘍。是夢兒，安容盼好誰了？是夢兒，安容盼好誰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謝謝。好好好，是夢。好好好，是夢。